不要动，不要动他，不要动。你们谁？他看到谁比较激动了？他看到谁比较激动了？他老公了。哦，那你走开吧，那你先走开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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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走开吧。大姐，你冷静一点。你老公走了，你老公走了，你老公走了。他本身有没有精神上的疾病？就是心脏不来，一个他受气了。受气了是吧？有冠心病吗？大姐，你冷静一点，我是120的。你把灯打开，灯打开。他怎么嘴巴歪了呢？嘴巴是本身就是歪的吗？没有啊，那是现在啊。我们现在不要再起来啊，但不开。给他口罩戴一个，他有点过度通气了。过度通气了，来，给他口罩戴上。他有点过度通气了。对。不是他过度通气了，一直在张口呼吸，他过度通气了才会手指这么硬的。过度通气手脚麻得很啊，会这样子的啊。对。来，给他做个心电图，给他做个心电图。体温都有点高了。放松啊！你要看到2个女子老头看我的眼睛都死了。你心房了嘞，心房了嘞，别生气啊！心房前面啊！我叫婆婆那可怜你啊！咋能对起来婆婆心心脏的大问题应该是没有的，排除了心脏问题、综合发病情况，许妹判断该女子是因分离转换型障碍而导致的严重过度换气综合症。情绪或精神刺激往往是发病的导火线，此时许妹要尽快让病人远离刺激源，并通过药物使其平静下来，避免造成2次伤害。